間新聞專輯，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。今日係3月27號星期四，呢一節午間新聞專輯由郭舒揚主持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樓價連跌3個月，徘徊近8年半低位。詳細新聞內容：本港樓價連跌3個月，反映二手樓價嘅差估署私人住宅樓價指數2月份跌0.9%，繼續處於近8年半低位。分析指，財政預算案調整從價印花稅稅階，利好3月起嘅細價樓成交，但一手樓繼續低價推出，令二手市道受壓。黃景瑩報道。反映二手樓價嘅差估署私人住宅樓價指數2月份報284.7，按月係跌咗0.9%，首2個月合計累計跌1.6%，繼續係處於2016年7月嘅近8年半低位。數字主要反映咗財政預算案前嘅市況。面積431平方尺以下細單位嘅樓價按月係跌0.6%，分區嚟睇，九龍區樓價跌咗4.1%，平均售價要435萬，而新界區樓價就跌咗2%，平均要420萬。港島區樓價就反彈咗3.6%，平均要523萬。至於1000尺以上嘅大單位，樓價按月就微升0.1%。2月底嘅財政預算案調整咗從價印花稅嘅稅階，徵收100蚊印花稅嘅物業價值上限由300萬提高到400萬，刺激細價樓嘅成交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話：過去1個月以嚟，一二手成交都出現小陽春，但係樓價仍然較為受壓。估計3月份樓價跌幅有機會收窄，但係要扭轉跌勢就未必咁快。因為我哋見到啦，2月下旬至到3月上旬，成個氣氛係好咗嘅，包括即係嘅港股嘅上升啊，嘅一手新盤交投都好熾熱啦，同埋嗰個放寬去到400萬可以100蚊個釐印費呢，對市場有個刺激作用嘅。不過我哋見到一手新盤呢，仍然都係開得非常之低價，好貼市價啦嚇，咁所以二手業主個叫價能力呢，好難提高嘅，咁所以個樓價仍然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即係低迷偏軟嘅情況。陳海潮估計首季二手私人住宅市場可以升到7000宗嘅成交，第二季承接旺勢，估計可以突破9000宗，甚至去到1萬宗嘅水平。未來要留意美國息口走向，佢預期會傾向平穩向下，對樓市有穩定作用。至於租金指數就連升3個月，差估署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月份係報193.5，按月係升咗0.3%。商業電台記者黃景瑩報道。